家家有好事，马莎国家来主持。大家好，我係澤維哦。大家好，我係燕燕。因為人生嘅研究嘅吼，我知道你嘅生活、你嘅人生都有無窮嘅改變。吼，做人嘅伴娘、做媽媽，你知道有乜嘅無窮樣無老以前？當然冇窮樣啊！做人嘅伴娘之後，就會想講，我嘅人生當幸福咧。要成人之後呢，就會取到自己人生係完整咧。哎呦，真勁吼！你用擺完整法，譬如講生日嘅好誒，你自家知道講有生日以後，自家有比以前嚇大嘅改變嗎？有啊，該種完整吼，就係你嘅心情會聽等成人去改變。還比如講老成人講話嘅時間啦，就會比較輕聲細語啊，還講用貼士，比如說吃飯啊，哦，你今天好帥帥啊，還愛給成人啦，愛給成人就媽媽你今天好漂漂。愛啲啦，以前愛主持生日嘅節目有冇？我最想講，哇，生日係講希食生，希食飯。其實冇買肥你哦，你講來小朋友吃飯咯，其實看一下。就要經驗嚟經驗哦。然後係邊個冇生日呢啊？哦，係啦，咁講你要你係經驗就啲嘛，雖然成日上時候。當挑人，當本人送毛巾，咁講呢樣板都係自家嘅生意。當然啦。係啊，所以都會上去本機最好嘅。出唱嘛嘅，出唱音樂嘅創作強樣，像你寫歌嘅啦、唱歌嘅，寫出來唱出來又唱自家聲音呢，唔能通下嘅。錯，啱就講係啊，你講我哋做菜咩係啊？哦，你對食材、對買東西都哈整下對唔？我最近有個朋友，佢吼當我寫歌嘅。我非常喜歡他，有得到當到獎，客家歌曲嘅獎哦。去年嘛，去年哦，恭喜你呢！哦，變咯，規則變咯。以前啊，佢啊冇媽會煮菜，佢哋為到生日呢，所以入廚房煮菜去。哦，我就說母愛真的是很偉大，真的。就像你呢，你為了小孩出來家家有好食，學料理。真嘅，係真係味道成人。啊，健必啊，除了很幾來，然後交流一下。我覺得那個人妻幫姐妹幫，你哋沒有哎一下。太棒了！我幾些好朋友結婚後，有上時本老公啊、生日呢吼，按你討論，我媽搞朋友結。好，我們的媽媽聯盟。好來，歡迎我們的媽媽聯盟葉玉婷玉婷。歡迎。好久不見，抱一下，抱一下。來呢個，大家都調調埋啲講，玉婷，很久冇看到，很久冇看到，成恭喜你哦。什麼你？哎呦，看看。用。冇啦，以前演出出來呢，恭喜你身材維持得這麼好，吼，佢係生日嚟用嘅啊，吼，很久冇看到。係啊，很久冇看到。冇喊乜嘅？嚇？你冇喊乜嘅？俺最近在忙什麼？就會吐聲音啦。還有老聲音嘅上課啦，教聲音唱客家歌，還有彈烏克麗麗咁樣。我攏講以前嘅歌我都同愛嘅。生日呢，你愛當太太，你看。最近會唱。還有哦，去年得獎嘅原創音樂大賽嘛，客家1805年嘅時間。樹獎呢，你嘅心感動。大家都會唱。空一個聲音呢，那這種給講。他真的很讓我驚喜的地方是，你看佢還蠻有生年時節，佢下歌所以下生年當太太，佢哋喺做媽媽，下一歌曲係呢係咪？你嘅心感動，肯定要就生年嚟。係啊，嗬，我生年當披風，做媽媽以後為到生年呢入廚房，你以前冇媽做菜嗬？唔係，我高中嘅時間就有。真勁哦！我要努力唔嚟睇先。唔過有生以後做東西冇強樣咧，有他冇強生年嘅事。咁未來啲咩龍已經搞了之外，咩希望天時地條錢，攏強樣嚇新手媽媽搞大家做幾樣菜好冇？好，先嚟做乜嘅？西式青椒炒肉末。西式青椒炒肉末就炒肉末，幹嘛還有西式？哦，媽媽。我青椒嚟講，生年通常唔敢食。唔係捱來好酸嘅。真嘅哦，看你用慢做了，開始哈。好，哎，先做乜嘅？我們先來切洋蔥。洋蔥哈。那我們
弹吉他的手切洋葱，我第一次看他做菜。真给呢？对呀，很神奇。好，那像这个比较粗的，我都会把它挑掉，因为这个其实炒的话会腐啦，有一点点的，然后口感其实不太好。你看妈妈这么 Q 哦，哦是。有没有很开心？可以在那边指使他。第一次有人就是当我的二厨，第100。我很乐意啊。正给呢？这个洋葱切好了。其实一件吼，你说因为可能要本身嘅小的嘛，其實佢切到按細細的吼，細細塊的。但洋葱呢，對它炒的時間，佢散開來，又變到油油的哦。係啊，這樣很好入口哈。對，而且因為洋葱就甜甜的，生也清好食。係啊，不過我較好奇係講奇怪哦，青椒加杏鮑菇我唔識看過呢，只看過哈，唔知家你有蠻發現呢。就是其實我覺得我其實本來就很喜歡吃菇類，那我後來發現就是它加在那個這裡面啊，還蠻爽口的。哦，你可能不能只有青椒跟肉絲或肉末，頂多有洋蔥嘛。嘿，因為就會杏鮑菇的切成那個頂的口感啊，清厚，生也清好。生嘅呢唔啲啊。他們的味覺有時候小朋友還沒有發展完整的時候，他們對嗆啊或者是比較特殊的味道會較強啦。好，唔像人太年啊，接觸度較高。不過咩可能講，較講第二是搶這位，搶在這位，你知道嗎？像我這段時間，阿婆就會弄青椒給我吃，我就不覺得它可怕。我知道係習慣的問題。不過以前像阿婆以前煮的都是那個青椒炒肉絲，對，不會像我們就是做這種還西式的。係啊，我就想講，你啊加個杏鮑菇係很鐵白看到呢。係啊，今日先有冇講客家話嘛？伊安先，咩啊？你意思講有你講客家話嘛？唔係啊，我會老記講啊，我會老記講啊。按你拉嘛？按用英文拉。好，撒下來那種嘛該，切的部分都可能弄熟起來，好嗎？那我們就來開火，就是炒了。好。你一定要拜前面講你瘦肉比較多哈。對，我其實都會偏向用瘦肉。因為周媽媽嚟講，正經的，剛才一開始都講，就比較注重食品的健康啦，還有衛生安全啦，知道嗎？炒，夠熱了。好，那我們就先下絞肉。好。哎呦，而且火一定要夠大。跟你蒜頭冇成標哦。冇，我都先煎，我都會先煎。因為要讓肉嘅肉氣煎出來。對。蒜頭嘛，按夾標嘅原因咧，係講你切到按油，係太夾標會焦掉，會苦。小朋友最怕這個了。這個火。好，通常我除非這個肉有看到有色有邊誒，有一半變了，然後我就會下這個蒜頭，蒜誒，蒜頭。好，他應該老公會點菜嘛？因為從做媽媽之後啊，想嘅全部係成英愛食嘅。你喺老公就會講，那個我也想要大口吃個肉片，會嗎？老公會嗎？還好我老公很好養，冇料的問題。加龍葱頭哈，不用放魚嘅，葱頭下魚面其實冇咁用咯。係啊。你睇你細年是夾豬？嗌老公豬啊。老公豬哈。係啊。這真的已經算是半全職媽媽，你每天還配在工作嘛，還要寫歌，共同下歌我很期待你的專輯很久，你做嘛？今年我會開始做嘞。哎呦，終於等到了。看到非常你看到我都滿眼，一定八個時間。米酒，你要米酒，你點米？米酒，那我們就這邊。好，米酒。哇，嗆一下鍋邊哈。還有嘞？還有咧。太有媽媽的感覺，用數啦，你看啦，這個媽媽的，這個香料是，就是加了西式的意大哦，應該冇想到都在按你做呢，
其實你真係棒翻的哈，这很香，青熊。真的有像你创作歌曲的精神哎，创作料理哦。其实老妈妈讲，按多嘛个清冰箱的料理，这样很好啊。可是最怕冰箱的菜剩这个一点那个一点，可是这几样搭起来就好好吃。对，然后但是这几道菜呢，其实又是冰箱必备的东西，好吗？哈，你听为准备，像其他好是固，你就会入固嘛。对啊，对啊。其實係咩弄動到媽媽講啊，我吃到東西還要新鮮呐，輕量100度呀，做備體食備體哈，莫留啦。我還記得有一項研究講，其實我們尤其客家人很愛吃隔夜餐，你有想到嗎？我會耶。係啊，你講其實盡量不要隔夜啦。但是你就會要看東西，要看東西。像我，我做料都菜哦，我会做一次分量做很大哦，然后有些可以冰箱，因为没有办法每天煮没办法。帮我拿一点盐，帮我拿盐，还有胡椒，你直接帮我好了。你那記得我聽我講哦。過來。好，按下去。胡椒。你嘅聲音唔咁辣啊？一點點呢，按做點嘛？會，冇啦，佢點邊本嚟做嘅。哦，小編你有發現嗎？我在交流哎，真的。對啊，我就一直在想這些東西，如果我來煮的話，我會怎麼加？你之前買的，哎呦，真係很屌哦！你剛才知道。很多事都是學習，包括當媽媽。當然，我覺得母愛是天生的，但是有很多事情是要從你學習的。不管生嘢嘅胎，不管老公睇到奶味，不管家娘用辦容易教你煮菜也好，容易相處也好，我覺得生活中處處是學習。對，差不多做下四地位，好，真的有聞到香味嗎？有。我吃得懂健康的，冇看到不用嘛該添油啦，就簡單的鹽巴，還有為了我加了一點胡椒。讓奶拉也挺好生哎，切小小的，可是像如果你青椒大塊的，的確冇會是哦，而且全部的切小小的，這樣炒起來很香，很好吃。不過這個其實也不只是小朋友啊，講還太年飯還沒好啊，我覺得那樣很好入口，當然特別是小朋友，哎，那做得嚟下。要蠻看，你通常都看到要蠻。像洋蔥有一點點透明的，對。你要先吃這樣，吃看嗎？好，媽媽都要先試吃啊。對。注意哦，誰哦？其實很不好哦，木產那魚的時間就習慣了。做得嘛？做得啊。我們大人看飲食的口感可以脆一點。可以脆一點。對。哦，不過小朋友都較軟，我煮較久誒。嚟咯，媽媽的料理我幫你好咧，好冇？我滴啲當蔥。什麼魚？哎呀，係先有兩個卡盤嘅嗬，冇按太啦，想講下看下好看啲嘅啦嚇。好，好吧，什麼？那種感啊哈。我們好少有那個歌手來哈，真的嗎？第一次哦，而且是新手媽媽介紹的料理，安東媽該西式青椒炒肉末，非常喜歡啊。主要是咧，最強勢咧，合鄉下會變物間菜頭炒燜麵。香港嘅兩樣咩聲音最強嘅？做媽媽以後，用媽媽感情還要好。就以前不知道，不能哭哦。那些辛苦你沒有辦法去跟人家，然後配上義工。所以你配啥出，好嗎？哦，空檔時間就一定要跟小孩子視訊，你讓到這個下攏室內有關係嗎？
吃宽啊！哎，这是很好的建议耶，对不对？玉婷妈妈做的给来噻，来，吃宽啊！第一次让你们尝我的手艺。你的心感动。然后讲，这条菜哈，就像给它裹一样，清新、爽脆，因为爽脆歌没有叫爽脆，清新。然后呢，会觉得那个吃起来的感觉没有负担，然后吃到很多的爱，对生命的爱，哈。你看看一吃海应该就上来冲，不是你是看你不会冲我吧？来冲。会觉得那个青椒，其实跟那个意大利香料还蛮搭。我弟应用版讲一个来是好吃的，我好想赶快回去做给我儿子吃吃看。因为几个咧青椒啊，吼，你捞去切肉肉，因为我冇上到捞去切肉肉，其讲啱切肉肉佮葱头带出你的肉和个个清甜嘅感觉，吼，就是说的清甜嘛，所以成冇是干湿。我讲我上去问你哦，你用安太淡，加嘅蒜头，加按到落去，我袂讲成因唔感受哦。唔点我买什么？因为佢起价生意时嘅，佢会讲生意呢，你爱淡太太。没啦，就是酸的，就是蒜头还有洋葱啊炒。其实我刚刚是不是有爆香？有，它其实炒久有点会甜甜，清甜。嘿，我有观察到哈，就讲佢用他用那个葱头，佢一天都炒到透明，佢家特别有搞。炒到透明之后，佢会变甜，出某个鲜呢，生意反而很爱吃哦。不管你煮汤，你还炒出来，好起来，好起来，好。按后色，按清甜，按清新，食起来整件会淡太太，杀好了咁安尼用板淡太太，是下一道菜咧。你介绍嘛解？红菜头炒木耳啊。红菜头炒木耳。你啊，生意应该冇蛮敢食红菜头。红菜头冇蛮敢食，木耳清爱食。哦，佢利用啥？最爱食咧，嗱最强食咧，合腔下会变物解，你看下红菜头炒木耳。来看啦。哦，加色吼又清爽，西式的青椒炒肉末，然后讲唔但枪生也好食啦，也都好食咯。咱摆吼，喺一家正经有生意的呀，吼，也做有机会做本生意是挨咩来好起来，什么嘢啊？加出更多的，天天都出来做很多风吹头炒木耳。香港啲利用咩生意最强嘅，你知道冇？你係識有什麼？我成日下午好是嘅風菜係，因為嘅面是啲某種嘢，咁個做媽媽會上盤飯不成日食。係哦。因為這營養價值很好誒，風改菜頭啊，玉婷一定也知道嘛，它會促進嬰兒的骨骼發育。韓國成日係上牙齒，上牙齒，還有木竹，那個知道夢蜜啊，就底咯，它其實膠質、膠原蛋白很多。小朋友其實要補充，他對骨頭啊什麼，對就是一些皮膚都會很好，對，就不用再你知道什麼個發酵的東西。對，繼續嚟做咯。好，看起來咁簡單，做起來唔點用白氣啊！唔會啦，全部都切絲。哦，咁嘛哦。要做菜吼，就會嗌媽媽教嗌嘅鐵道菜。真嘅咯。我教嗌鐵道菜。媽媽教你鐵道菜哦。係啊。誒，既然你係自己做媽媽，然後你還要嚟做媽媽，教你鐵道菜，先冇講你菜好啊。你都會講出來嘛，都會想講做媽媽以前，好，你自己心態上有沒有改變？因為你發啦，接談嘛，講哎呀，自己當了爸爸媽媽，當提供自己也會辛苦。有按你咁講？有，用白講。就以前不知道，不能哭哦，因為他也很愛哭。不會冇開板車。就唔啲，其實做牙愛吼，正經會花挺多時間，很多心力啦。然後其實很辛苦，然後有時候你那些辛苦，你沒有辦法去跟人家老配上你講。嘿，講唔出來哦。做媽媽以後，用媽媽感情還係好。有誒。哦，
就会挑选早位讲嘅嘛，养儿方知父母恩，像我用声音嘅时间，因为我是自然产啊，用啊。现在话题就是这么开，你知道？那你呢？你也是自然产吗？系啊，我啲无下姜嘅。哎，该冲动我是。你是什么产？我是有一些资产。这么好，没啦，我们是自然产。我们自然产的时候哈，真的长走在 TV 度哈，就是妈妈用办辛苦，所以来共和之后啊，来妈妈来看那些，来去念饺子啊，紧紧。先说还是有一点感动呀，就是会想到说，因为来妈妈基础会讲，喺我理解下做生意的些冇感觉，就糖衣公平。其他用的时间，哇，那个痛真的不是，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形容，知道吗？你有讲啊，会讲比如讲用生意的些，有人跟你说生自然产的时候是像什么东西，就是像那个感觉是什么痛吗？我觉得就像生理期来的闷闷的痛。我其实生小孩没有觉得很痛。生理期是哦。主菜做的讲生理痛，哎呦，用吗？今年下体操。嘿啊，我讲，就像生年要扣你用啊，莹有时候啊，也周节某时间，你看算职业妇女了嘛，对，生年配啥秃，好吗？哦。空档时间就一定要跟小孩子视讯一下哦，直接怎样干啥呢？你有什么方法拐他？你懂谁呢？啊，就因为妈妈经啊，他会一直说妈妈赶快回来陪我啊什么的，但就只能跟他说啊妈妈在工作啊什么什么，然后回去赶快给他一个用力的拥抱。哎，你儿子不是也很爱演吗？会啊，就哭得肝肠寸断，然后看在那个手机荧幕。你有冇辦法？就真係冇辦法啦。好，你剛剛用那風吹條哦，風吹條一定會炒鍋，它的那個胡蘿蔔素才會出來哈。對，當會甜。係，當會甜。好，還有加你加凍糯米，凍細型切那個糯米哈。啲咩加係醋。烏醋，係烏醋，加烏醋，還有乜嘅？糖哦。你係俺媽媽教嘅，一定要加一啲糖。唔係加糖嘅意思係乜嘅冇？俺也唔知呢。代替味精。對。可是就是這樣配起來很好吃。就是真的很好吃，對不對？對。咱哋係調油膏，嘿。這一道大家都出來注意了，就會。甜甜的，有一點點酸酸的。夏天其實熱甜的時間很下飯。你地當窗冇解冇？以前係這些時間熱甜的時間，然後一拼妹妹煮類似這樣的，就是把木耳撕比較大塊，然後用酸糖就是酸醋木耳打汁，還有薑，它就非常非常下飯，而且它涼拌也好吃，就是涼掉也很好吃。其實佢間嘢香港好加嘅乜嘅檬米。湘西維加蜂梨和個豬妞，酸酸甜甜。家係要投料理。哇，我聞到那個素炝鍋的味道，食慾就來了哈！你看生年好食了，沒好食了？會，你會吃哦。哇，好特別。切小塊的。要很小塊啦。對，好，我試一下味道。好，試一下。其實成運動好食糯米誒。糯米哈，口感啊，脆脆。喜歡啊。做點嘛？再炒一下哈。幫我炒一下。因為風菜條啦，可能會較久嘅時間。還有喺做本生意嘅時候咧，不是講我們要以小朋友的角度來食兩道菜哈。哎呀，差唔多咧。差唔多哈。過關係。好。什麼？來，我直接盛盤。可以嗎？你可以嗎？都得哈。我怎麼突然覺得好像你夠橄欖主持，我們現在好像變成。隔壁林莎婆媽在聊天，正經啊，可是我覺得也蠻好的啊。正經夠搞了主持了。嘿，這樣就好嗎？走來，全部下。你切到暗醬，都煮了暗後哎，一聽到全部啊。好，好了，不用在意，快一點，你敢不敢嘛？啊。好。做贏哦，老煮菜，你吃到對你來講有檢查嗎？就是它會影響到你們，互相影響。
我还好哎。唔係，總係冇乜人講細年，因為寫都細年一個誒。你諗到這個寫同色類有關係嗎？吃寬啊！哎，這是很好的建議耶，對不對？面面相看起來就是好媽媽、好太太啊。你好多就係細年咧。好女，哎，咩細年呢？不過我知道，對我來講啊，他就是一個生活家。好，生活家2個詞，唐也當簡單，當普通，大家都會講哦，生活家，什麼生活家？不過生活家真正的意思係講。我真正在生活，生活是什麼？就是在生活中，在平常中找到那個最讓你感動的東西。好，出腔你用，做好嘅哈。媽媽有識講煮嘅菜嗎？有，他以前教我搞藝煮料都菜嘅。係，所以講真嚟咯，媽媽煮嘅鐵板，你還記得你鐵板食到你媽媽煮料都菜面絲嗎？還現在聞到味道，就那個回憶又轉就來了哈。根本你媽媽的傳承，唔單止係料，唔單止係美食，還有那個，我覺得媽媽的愛在身上也看到了。茵茵，你自己有沒有覺得很感動？還是因為她很嗆？其實當媽媽的真的，生完小孩更容易感動。真嘅啦，真嘅啦。後來龍太甲講，這個媽媽這個玉婷媽媽傳自於她媽媽的手藝，很多乜解？鳳菜頭炒木耳，識看哦。生年最好你是你煮的嘛？多多。啊，马改还多多，你买多多回家就好了。我还想着多多是什么？好厉害，试一下味道。哦，哎呦，提神醒脑。比赛是做好慢的，比赛哈差不多10分鐘是做的。韓國師傅又糖多哦，係媽媽上來學嘅，所以就慢煮。哎，要慢慢煮哎。哎，慢慢。時髦摸尋。叫嚟試下哦。用見到暗號嚇，我偷都偷唔起咯。哦。你當你係刀工，嚇把個刀工。誒，啲鳳菜料本佢按嚟切，過後再個按嚟炒加糯米，那當中啲生麵，真嘅很像在吃那個乾麵，有冇？然後，我就當你係啲薑嘛，啲禮拜度吼，睇完當然生出來，生完喺薑絲咧一定唔低，禮拜度有薑嘛。係啊，嗰個牙薑嘛，切到清很細。當腰。當腰。咁又未上到薑薑嘛，因為係講嗌炒嗌唔會上到薑嘛。就會俺媽媽老闆講，一定要加薑，因為木耳會有一種味道啦。哦，好像才能去除它一種那種就是菇類的那種味道。真勁哦，當葱黑哦。像我上一道不是也是有加洋蔥，還有含有酸奶。像中醫啊有講說香者氣之正也，就是說這種香氣呢可以就是好像是入脾還是入什麼的哪一個臟器這樣子。我覺得音樂人講這太厲害，噔噔噔噔，你再講一次，預備，開始。香者氣之正也。噔噔噔噔噔噔。哎，我講不下去，他已經停住了。你哦，你知道你嘅聲音會因為安尼好食鳳菜條？唔係，因為我知道媽媽教我嘅行秘密武器動力係加湯，係我前幾冇想到會加湯，因為加湯下係依個嘅鳳菜條嘅味是就變成甜嘅，聲音甜嘅一點點那個菜味就沒有了。係要乜解唔掂喎？我加講過誒，糯米加那個酸絲，糯米嘅那個一種脆度做出來，脆度做出來，還有那個木耳的那個味道也沒有了。對，好厲害哦！我跟你講。肉體安會創造，你做出來很厲害，
我不管，我就要红萝卜炒木耳来创作一下，你觉得怎么样？风吹條草木棉。聲音呢，聲音呢，當太太。哎，你不要以為你沒有哦，聲音是什麼？來啊，後面一句你自己要來哦。風吹條草木棉。聲音呢，聲音呢，當太太。好啊，這也是創作的一種。好，沙下來咁講，我知道玉婷懂。他非常有誠意，不藏私，找媽媽來做東西。我們回饋一下嘛。哎，你按到嘅主廚來料理，你有想到嘛？個主廚要做好食，生意要做得食料理，幾少問題？那位主廚動厲害哦，因為佢自家也有聲音，所以呢，佢也會想來做聲音好食嘅東西。哎呦，來給我們這些媽媽有新東西，好不好？跟住出來，招一百封，招一百封嘅話，驗證一下主廚，歡迎一下，歡迎馬上。人嘅彭俊傑，彭主廚。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廖仔有壽司嗎？你說是。有壽司啊。強樣有生嘢哈，一個爸爸，一個媽媽，俺是冇強樣。爸爸做菜，媽媽做菜，誰也冇強樣。強樣係乜解？強樣嘅係就係餡。哦，餡，好嘛？點樣做乜解？頭馬豆牛牛通心粉。哦，頭馬豆牛牛通心粉哦。聲音好水啊！聲音好水好。真的好水。哎，學一下吧。好，強下來看一下啊。頭馬豆牛肉通心粉，哦，按你糖起來，按糖有聲音有當好食咧，哦，真係記實係因為今年肉甜嘅新朋友嘛，專嘅先生，哦，專嘅主廚來講，哎，他的氣勢不得了，他可是介紹一下，我跟你講一下，15分鐘可以以內做一道很厲害的菜，譬如說番茄牛肉湯燉2個小時。可能啊，我。冇，幾道，哎，幾咩豆油愛呢？幾聲唔記得聲嘅。2個，唔記得嘅，10打波啊，粉是幾聲嘅哈，通心粉一聽過嘛哈，嘿，通心粉，哦，通心粉咧，牛肉，牛嘅膏肉，嘿，哦膏肉，你係 cheese，嘿 cheese，哦呢鹽水嘅，嘿鹽水，哦，你係番茄泥，番茄泥哦，番茄泥哈。蔥條，風菜條，呢個西洋芹，西洋芹，你知冇強用，按一般客家拳菜冇強用，冇強用，你係乜嘅？蒜條切好誒，哦，這意大利香料你家有用哈？哎，你蠻會用這個小朋友喜歡吃的意大利香料哈。你係巴西利，還有肉桂葉，好，還有農藥，異曲同工之妙誒，很多。番茄糊，哦，你個乾條酥做哪度誒？對，當然，一家大面做得了20件。嘿，20件，我凍住。好，開始做了哈。那先做乜嘅？先係蔥條。蔥條。嘿。我聽來看吼，師傅做出來咁嘅，等，你還唔係15分鐘？唔係。排水。你送咪不會釀成黑豆泥，送咪15分鐘就啦。排水。慢慢調啦哈。哎，有注意到師傅他切蔥沒有像我們切到底耶。哦，因為安尼啊，因為你切到底，像切到底，它唔好拿。哦，它那個方式。哦，你說會散掉。它散。你看你哋切，有冇？羽毛都帶，學起來哈。學起來。你家有黑豆嗎？你覺得我沒有拿掉。切班雜時候誒呀。嘿，班雜時候。好，還是唔係，攏係講錯，你比上我都講你啦。師傅，你有冇聲音吉他咧？有在5歲，有在3歲。哇，哎，咁你係試過個聲音是水電音響吼？係啊，水電音響是哦。它有時候是天使，有時候又是惡魔。尤其是細妹很會撒嬌。哦，我談過一句話沒？這個女兒是老公前世的什麼？爸爸上輩子的情人。啊，我講錯了哈。海鮮奶冇聲音的啦，現在變成我一個人在這裡吼。從哪來呀？啊，哎，也是你上輩子的情人哈。不過，
木卡度就是爸爸跟妈妈的角色，一定要符合感情数来吃豆啦。因为你哦，你跟你老公是怎么样讲好怎么样扮演角色？比如有人要扮黑脸，有人要扮白脸，还是说你们都一样黑脸或一样白脸？爸爸是黑脸。爸爸通常是这样哈。对啊。就是严父慈母的感觉。哦，洗哦。嘿，不然这个。兄弟妹毛，洗起来，嘿，洗起来哦会就是影响口感。对。哦，所以师傅你改菜全部会确定，嘿，确定，就是一样的口感。嘿，亚生你最好你是你煮的嘛该，你的小孩，嘿，有没有特别喜欢吃你煮的什么？多多。啊，马该多多，你买多多回家就好了。我还想说多多是什么？嘿，多多，还有指定个草莓哦。哦，开始煮。好，开始哈。开始要有。师傅刚才煮的时间啊，我的油，其实还放的还蛮多，你会觉得会不会有时候对小孩有负担？对呀。其实你有可能用买食材，你可能你配牛东东，你要配牛吼，你有什么中东？好，加切那个葱头，还有西洋芹，还有凤菜头，好，再爬去先煸它，对不对？对。师傅，你要头菜，你就煮过你敢冇一起搞吗？冇哎。冇哦，哦，该你走妈妈来煮会觉得哇是真有福气，马上学起来。你看香叶不用来哈。哦，月桂叶。月桂叶。你看香料哈，不用一滴滴水哦。酱油是零哦。唔敢吃啦。唔敢吃。怕太呛。也可能会不用加红酒。红酒，不过酱是俩是零热食的吼，那什么？冇标，因为这个红肉就配红酒，海鲜的话我们就配白酒。我该用不出来嘞。玉婷，你吃到你周围这种黄色那种形状的东西哈，就是肉末细末的东西都要炒到它真的甜味都出来，对不对？其实尬酒哈，还有尬酒的有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加速软化哦，让这个蔬菜加速软化，让它的那个甜味瞬间在散发出来，就不用炒这么久。对。其实哈，你酒不用弄去哈，它其实酒精会挥发，会留下甜味，放一点点其实没关系，只要不要抢过食材啊，让小朋友吃到那个酒味就好。好，这样子。好，慢慢给它睡一下。没，配番茄，对，番茄糊。好香哦。我来。哦，要不用下去嘞。哦，俩牛不用下去耶。师傅，我们用个番茄糊在用意呀，很好办。增加它的色泽。还有那盖tomato的味道。那为什么不用全部都用 tomato， 就是番茄那个泥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分这两个？因为它那 paste 哦，番茄糊哦，它的颜色色泽会比较深。无咧总得不用冲到哦，会冻酸。冻酸。漂亮的色是冻好看的哦。你看牛吼，炒不去走。炒不去走。所以你要煮来分去洗它。无去牛吼本身有一张。有点偏。有点偏。所以俩是加个肉月桂叶个点哦。这些要动功夫呢哈。好，安尼酸油它熟着呗，还有纯的出来油来油啊，加煸出来油。好，我用差不多嘞。好，番茄泥，哇！你还记得冇？你之前啊，弄公公做tomato炒卵，那tomato有东西一定要先炒光，它的番茄切红素才会出来。炒，它的营养价值才会更提升的被带出来。来就水，好，来，其实这汤也没做得深哈。汤也没做得深。它其实就是意大利面酱。好，那就
师傅对人做好都懂寿司，他都不让我。以后常办比赛好了啦，这样子他们都知道我们的东西。那黑胡椒嘛，看谁领导的时候，莫先是用一点点熟，一点点熟，低位熟。来可能要用食冻酱的哈。好，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磨好洗掉。它洗掉不？磨下洗掉的哈。好，你看试一下味道。凉拌，哎呦，提神醒脑。你要嘛干？cheese 哈，用掉落去哈，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变比较浓稠，比较稠，而且它会有cheese味，小朋友会更喜欢。变得扭扭嘿，通心粉。你看英文那马卡龙尼啊吼，洗好的时，洗恁的时吼，那时候在做好好念对嘿。它落地位哈。它引申出这有一点口感，口感嘿。好。有啊，又有稠度了，有高嘞，高嘞哈。好，尝一下。好的，酱汁也差不多熟，差不多嘞，差不多。熟到面也煮好嘞，汤好嘞。好。哇！所以你找哈，好，撒下来，用汤匙好嘞，汤匙。哇，我蛋肠安康爱去到冻虾仁嘞。我又盖烤箱又啊吼，你就是昨天那卖盖披萨起司，不用当锅，拿去焗烤，按说边焗烤哎。其实某一天哪讲，玉婷上来之前也有嘛，你要烧，你平在焗烤，其实有一种起司，它其实很快就融了，有冇？有的还不用泡面当龟啊，它其实就可以了，就放在上面，不用进烤箱内那种。是的。哇，还用是做的嘞，还是做的嘞哈，还用是做的。哇，永婷好起来嘛？有东西还是冇？来，龙太太讲，哎，你做的什么该？tomato 牛通心粉。来试下。小朋友就会觉得好惊喜哦，你咬它不就有那个汁跑出来。所以你的意思说，不要讲小孩，连大人都爱吃。真的。哦哟，生面，迫不及待。我拢讲啊，你要用生年的心情来吃两面哈。来，我请好吃。真的哦，我刚刚这边想讲还是你呢，老师都这样，很幸福，我很爱我的爸爸，很爱我的妈妈，很爱煮这道菜给你，哦。所以你的意思说，不要讲小孩，连大人都爱吃。真的。那第一师傅就是跟牛一定要炒，炒比咸，因为比咸以后哈，将会加个番茄。整，还有那些蔬菜的味道在里面，然后通心粉，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给这料进到那里面去之后，小朋友就会觉得好惊喜哦，你咬它不就有那个汁跑出来，好吃吗？他就没有想到说加 cheese 会让味道真的很又升级浓厚，因为音乐得到书奖而呛到。手区一直在主厨，这样才配得上。主厨让我们玉婷来回馈你，好不好？回馈你一下，玉婷讲一下，叫我们是得奖，有一场没冇比赛哈。就原本不想去比，哎呦，可以买个经验。
就会当你都会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去开始演呢，就迷失自己，然后做影 OS 就觉得好像没有以前那种做音乐的快乐。还好我自己就是有找回来做音乐很快乐的那种感觉。系啊。叫做妈妈以后咧，做音乐有样用动。我还没时间啊，就是去做音乐这件事情。不过我当欢喜，我有看到以前做音乐用田，不过他有满满的能量，因为有声音的感恩的新的想法，希望人家创作吼，喊那本当同演堂，今年一定要堂让你的转系不？好，好不好？堂你转系之前，回馈一下，刚刚已经讲了，回馈一下给我们师傅。唱歌的好不好？好，唱得奖的作品，真紧哦。好，马个歌。你该心感度。好啊，啲一边弹歌的，一边神梦的那主厨，俊杰是什么名？他把这来做无同的东西哦，好冇？各位朋友啊，今比各位妈妈哈，有学到冇？不可有生意，不可有生意冇啦。用爱做料理当重要，你还没迫不及待想要做这些料理。谢谢玉婷，谢谢俊杰师傅。一片糖果诶，嘿，吃到讲爱做好诶，拢不看人讲啊，按好食嘞。上我们的粉丝专页好冇？搜寻家家有好食，家家有好食，按个赞哦，拢爱你讲。每天做的录音节目，讲不你堂做不历史，好冇？今日时间，舒克，大家有好食。欢迎大家来主持来弹歌咯。上来点。你恨，难道不是感恨一个？你恨。知道情到你的快乐，你恨的马街安多自由，你恨我贴在你心中的顺流。黑出沙飞以后，将心都给声音变得不讲，老你讲嘅话，你早你拢无听到，爱因注意嘅事，你知道无重要，你嘅心肝。一扎声音呢，激动快乐，今年将给我听，你的心肝肚，空等一扎声音。请你打开新闻，自由比。